不時咧發生囡仔受人苦毒的社會案件，立法院會在今日三讀通過《兒童托育服務法》，法案新增加這托育人員違規記點制度，也規定講這托育機構愛裝監視器錄影，上無影像愛保存30天，也就愛傳到雲端。若陣這托育相關人員對囡仔有身心虐待或者是情節重大性騷擾等等，上濟罰到60萬，也愛公布行為人的名姓，也個機構名稱。大聲發有熱議無吞吞，要求嚴厲處罰加害者。民間團體去年5月佇凱道集會聲援開案，為着防止熱議事件發生，立法院14通過《兒童托育服務法》。托育不只是個別家庭的照顧安排，而是國家也應該要主動規劃、持續投入的公共制度。法案若整合兩個以下幼兒托育甲照顧體的，佫增加居家托育人員違規記點制度，提高處罰的強度。認定托育的相關人員，若是對幼兒苦毒，也是有重大性騷擾等，相關會當處罰大票60萬，並且公布行為人的名詞甲機關的名稱，嘛規定托育機構愛安裝監視錄影設備，至少保管30天，把影像傳到雲端，保存證據。讓劣質的機構和人員不能在陰影下再躲藏下去。從今天開始，所有的裁罰記錄、重大的意外、不當對待的姓名，都必須主動、及時的公布。推廣這個監視畫面上雲端的時候，我們也希望政府能夠正式釐清說明某些民團的一些疑慮，包括治安的問題，包括隱私的問題。若是托育機構無照規定保存影音資料，會當處罰款；若是處罰3屆無改善，也是情事重大，會當停招停辦，甚至廢止設立許可。另外，外界關心的保存影像調閱資格、調閱停事、隱私保護這個細節，會閣訂定主法來規定。記者綜合報道。